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除夕拜五下午嘅客家清新闻，我係陳延洲。為了防沙期傳播嘅風險，籌備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宣布嘅全國所有嘅酒店同舞堂都係來要求加條來停業。不過呢，一下呢就有表出爭議嘅，一下呢有民眾質疑，仲係呢假是調價登記係小食店，不過係呢向用有些乜嘢會同年下來是只有一條店價來停業冇，點解一下呢相關嘅規範同疫情指揮中心呢就要同大家來做說明，來看一下記者會現場情形。大家午安，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有新增2个病例那2个都是境外移入。那一个案子是38120多岁的女性，那382 60多岁的女性。那381是美国就学3月30日入境。那同班机大家都已经蛮知道，这同班机里面本来就有10个，现在连这一位总共11位确诊。那居家他是因为他班机进来，所以他本来上是居家检疫，但就改做居家隔离。那4月5日有症状，那流鼻水、鼻塞、嗅觉异常，那安排就医转诊那就确诊，所以这个班机里面总共有11人确诊。然后另外382是2月16日到3月29日与案378这2位是夫妻，那一同到印尼探亲，那返国后进行居家检疫，是因为妻子确诊改为接触者，变成居家隔离。那按382返国至今都没有症状。但是他因为是密切的接触者，所以4月7号卫生单位安排接触者采检，那确诊。那另外整个国内，我们到今天我们有382人确诊，那91人解隔离，那有1人死亡1人死亡。那多1人死亡。对，我们本来是这5人死亡现在是6人死亡那这死亡的个案大家知道说我们的埃及旅游团埃及旅游团是按10170多岁，他有慢性病史。那3月17日发病就医，3月19日确诊。那收治在一般的隔离病房。那3月20日检查肺部的浸润明显的增加，出现了呼吸窘迫，那转至加护病房，那持续的恶化，那不幸到4月9号病逝。所以我们总共现在的个案总共是382人，91人解隔离，那有6人死亡。对，我也稍微更正一下好像昨天我看了一下电视我昨天早上在有口误，我说我们死亡率死亡率是1.32%了那我看到有几家新闻媒体也谢谢自动都帮我更正了谢谢大家。那现在死亡率大概就是1.57%我们多了1个人那口罩大概就是总共到今天中午这次的累积的报名的数目是117.4万人117.4万人。那当然我想这2天一定都会我们开始是14天9片所以前一段时间有没有去买的现在都会累积进来买。那我还是再呼吁一下大家可能稍隔个几天我还是跟昨天强调我们的配发量是一样就是大人是200人份那所以如果大家都去的话，那现在就会排队排比较久。那我相信到下个礼拜这人流上会减轻很多。然后我们在一些对于社区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不管是观光景点、夜市、寺庙起那4月10日起就今天我们就起人流管制那我们是请负责官也说明一下。好，谢谢大家前2天我们已经有先跟大家做过初步的预告那在全世界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状况下，那大家也看到世界各国大概都采取了非常
这个封城啊，或是这个整个禁足相关的这些措施，在做防疫的这个整个防疫的措施哈。那台湾可以目前维持这个我们国人都还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我们应该要珍惜这样的一个得来不易的成果哈。那我们还是针对这个在假期的期间或是平常容易造成人流聚集的地区，那我们邀集了经济部、交通部、内政部、农委会等等一起来做商讨哈。那我们定出了几项，那针对了观光景点、国家公园、游乐区、夜市、寺庙等等，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措施哈。那我先针对夜市、传统市场还有商圈的管制的部分，那我们会采取摊商跟消费者要全程佩戴口罩。那夜市跟市场的自治会的部分，跟商圈的组织，那要依照指挥中心这边的这个社交指引的部分，提出总量管制的计划。那规划单一的出入口，取消试吃的活动，摊位之间的安全距离要把它拉开哈。那至于用餐的位置，如果没有有效的这个区隔，要采取这个隔板等等这些。那包括热门的摊位，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夜市里面其实有很多名店，或是在商圈里面会有一些知名的店家，那要规划出这个画设地面的标示。那最近经济部也因应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规范，他们会去选定示范的这个夜市或是商圈来拍摄影片，来供这个所有的商家去做参考。所以这一块是有关于夜市跟传统市场还有商圈。那另外针对国家公园国家风景区、国家森林游乐区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大型，然后范围比较大，那也都在大自然的地区哈。那我们采取的是以这个停车场跟周边的停车场的这个范围，用停车场的这个停车数量作为人流管制的一个依据。那基本上会以停车场的这个数量达到50%的时候，那个就会发出这个在地性的一个简讯，通知当在附近的民众，那适度的去导引他去做这个人流的疏散。那也会搭配周边的道路系统，去提出适当的这个在道路系统的这个看板上面呢，电子看板上面去提出适当的一个警讯，也让用路人跟要去旅游的民众可以知道，他要去前往的地点已经达到一定的这个人数，他可以适度的去改变他的行程。那有关于旅宿的业者的部分，我们会在连续假期之前请这些饭店业者跟旅宿业者提供这个相关的订房数字，那逐步来提供指挥中心这边做参考，来了解人流的部分。那另外呢，也针对订房率比较高的饭店业有要求他们要去做好出入的动线跟用餐的分流的措施另外是寺庙的部分已经请这个地方政府辅导寺庙去规划参拜的动线，那也管控人数等等那在这个避免提供饮食等等这些措施来做好大家去这个热门的庙宇做参拜的时候，可以作为这个依据这些是我们在今天已经作为前几天的这个会议之后各部会都将这些那一天讨论完的意见修正完之后，已经提报给指挥中心。那我们今天也正式对外来公布。好，我们谢谢副指挥官那基本上这些都是根据我们的社交距离所做的一些人流的管制。好，那昨天大家有提到，当然也在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就是我觉得小婴儿没有办法戴口罩。那我们希望大家站在就是说疼惜我们的小婴儿，这未来的下一代。所以希望是成人戴口罩也要距离他们就在室内要距离1.5公尺，室外1公尺。当然这不包含他自己的照顾者了这小朋友的照顾者。所以大家如果在捷运上面有抱着这样的小婴儿的时候，请尽量把这样的距离让出来。
然后第二个带进来大概很多因为这样发了信包简讯那大家就非常的注意，非常的警觉。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说你去过拥挤处就要就医了我们说有去过拥挤处，那有症状的话那戴口罩就医。所以不要就是说只有去过这个拥挤处那就往医院里面跑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但到了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呢你就要告知这样的旅游史、接触史、群聚史及职业史那这样确实做到这个就好。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现在就到这里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工商时报你好，第一个问题是跟刚才的人流管制有关。刚才陈副指挥官有说，就是那个夜市这边，他说全程佩戴口罩的部分的话，那是不是等于说就是呼吁民众不要边走边吃？然后在摊位安全距离如果拉开，导致有些摊贩可能会取消不能设摊的话，它的租金是否可以减免？然后再来入住率高的饭店业者，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数字？什么叫做入住率高？在寺庙参拜部分有没有说限制一定要戴口罩？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就我们现在看到基层远景要追居家检疫，还要做景点人潮控制，还要去做酒店舞厅稽查，那他们其实非常辛苦。那遇到天气差的时候，会可能半天就雨水汗水，让他们没有办法一天一个口罩就是撑过一天，有没有办法能够加发给他们？然后再来消防部分 EMT 他们只有 EMT 才有口罩，那是否其他像是宣导或安检的同仁也可以拿到？那之前陈副指挥官在3月24号讲到25天的战备库存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再来是武汉解封之后的台商回台包机问题的话，今天家属上午有开记者会，那目前可以请说一下那个武汉的包机进度吗？谢谢。我先提一下，确实我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我们的基层的远景其实很辛苦了要配合整个防疫的工作。那在整个防疫工作里面，不是只有基层远景要在辛苦的付出。我想只要在防疫的作为里面，包括我们在座的媒体各位都是一样大家都在防疫的这个措施里面，大家都努力去扮演好这个角色。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呼吁这个居家检疫者，你就真的应该要好好乖乖的在家，不要乱跑。那也避免掉我们居家我们的远景在执行上不必要的这个增加。只要大家互相都去做好这件事，那确实就可以做好那另外救护的，我们是针对各县市消防局，而不是说针对 EMT 的同仁。那主要当然在消防第一线上面直接会去面对的是我们 EMT 的同仁嘛所以也请各县市消防局在分配上面，当然要去该用就要用，该分配就要去做分配。那我们也逐步指挥中心这边也都逐步依照消防局提报，消防署这边提报的全国的数量在逐渐的增加。那战备量是15天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是15天那15天的部分，其实指挥中心的这个物资组，因为现在隔离衣、防护衣等等的这些设备 ，N95 的这个装备等等，都还在增补当中也会配合所有的整体的需要而做分配。因为这些防护的设备都是在医疗第一线或是救护的第一线在做使用当然会依照这样的状况，逐步让它拨补到15天的战备量。那夜市的部分，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是边走边吃，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风险嘛，高度的风险，所以我们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不好意思，还有那个摊位如果拉开安全距离取消的租金这一块我们会再去跟经济部来做讨论，请他们来做研议因为这些还有他们私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等等，那我们会请经济部这边一并去做考量。不好意思，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入住率高的饭店，那入住率有没有一个数？我们那一天我们的建议是希望交通部是用6成的住房率去做一个评估啦，因为
当你达到60%的时候，其实对饭店来讲，它的服务就已经达到非常高峰了嘛，那应该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大一电是一样要问饭店的问题，所以达到高峰之后，适当的措施是指希望饭店不要再接受客人的定位吗？还是谢谢？饭店的部分，目前交通部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那我们还是站在指挥中心的立场，那天在讨论的时候是建议交通部还是要往这个订房率去做一些控管不希望它是定到100%满这样的一个方向。指挥官好，大纪元提问想问一下，日前发明 N95 口罩的蔡秉义博士，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很期待能够得到指挥中心真口罩的相关实验的数据，那是否能够请部长提供作为他后续研究的参考？谢谢。好，那我也请了 FDA 来提供。部长好，民事提问：中研院筛选出来武汉肺炎病毒主要的蛋白酶抑制剂，效果是说比既有的抑制剂强10倍，那有望成为针对性的这个新药选项之一。请问指挥中心这一款抑制剂的掌握的进度如何？是不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未来的方向？那第二题想请教。高虹安立委今天质询院长苏贞昌的时候，关于7612万的这个口罩片的口罩的流向，请问指挥中心这个数字的准确度是口罩数字对不起来，还是有算错的地方？谢谢。我想学术机构研究出一个突破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但是这个本身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些相关的试验哈，相关人体试验哈等等的这些都需要再进一步的了解哈。但是这本身是一个突破，但是我们也很希望那相关的这些的试验也能够尽速的完成，甚至是能够如果证实有效，那甚至很快的量产。有7000多万片，我没有仔细看那个算法了哈，不过确实也是大数据的专家嘛哈，算起来8、9不离10了，哈8、9不离10啊。不过呢，我就是因为有这7000多万片，我们现在才有办法做14天9片这样，因为它必然是有一个大的一个高峰。比如说像我们昨天的第一天哈，我们总共卖了1858万多片呐，昨天一天这样总共供应了我们的成人176万4000多人，那小朋友27万多人，是一个很大的量。就在这里面突然以前是比较少嘛，7天3片，有些人觉得比较麻烦也不愿意来排。那14天9片那就出来买的人就增加很多。所以我们要一定的储备量，我们才敢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式提问，想要问一下指挥官说，小婴儿没有口罩，那以后有没有想要在现在目前的赛上做一些调整，就是为他们特别设计？那第二个问题是想说，因为英国跟韩国有不少案例出现没有丧失嗅觉跟味觉，那台湾目前的状况有没有说特别集中在年轻人身上？谢谢。基本上就是小朋友，其实太小的小朋友，我们现在的口罩它也是有，不过就是戴不住，就是戴不住比较多了所以大家对于小朋友就没有办法就严格的去要求说每一个小 baby 都来戴，所以大家跟他那种安全距离拉开来是比较好。那个我们这些的确诊的患者年龄群大部分都还算是青壮年族群都蛮年轻，因为主要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人。那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观察到这个现象
不好意思，东森新闻提问哦，想请教有关于酒店公关这一案哦，那他现在有没有其他的疫调状况，大概如何？然后还有针对当初他一开始就是有难言之隐，那他这样的话会不会当成是说谎？会不会对他加以开罚？还有另外就是有关于接下来像是停业还有管制的部分，还会有进一步的说明吗？然后还有会有进行说纾困的部分吗？以上，谢谢。有关目前我们的他的接触者目前是有71位哦，那已经裁减了5位，那目前有3位是阴性，那另外2位在检验当中。那调查部分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啦。那我们这边大概还在针对就是目前可以掌握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客人的部分在进行。那对于还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些相关人等，也在跟这个内政部警政署这边合作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以上。那至于在纾困，我们不会针对这样的这个行业特别做纾困那可能在经济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般的纾困。国家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的禁闭国内中强增加量例对境外驶入来的武汉肺炎确诊案例，给到禁闭统计为止呢，禁闭中强国内系来。确诊案例数起来都为382人，佢哋拜呢新增加嘅也嘅境外驶入来嘅确诊個案當中，也嚟按381，佢係20人嘅5星，佢係第3月30嘅日，昨天發放嘅 CL。人也用比樣機對美國轉來台灣，佢哋轉來台灣過後，其實佢都有同配合喺台灣嘅居家檢疫嘅政策咯。唔過呢，佢哋新年初5嘅時節開始出現有流批，韓國有批公司說，另外還有批冇買到面些相關證條。啲初期嘅時節呢，就經過衛生單位去採檢啲檢備確診呢，故說呢到一下為止呢，亞台發放 CL 人嘅比樣機，嘅比樣機後呢，總共有11人都測得到一個武漢肺炎了。雖然講呢，禁閉將增加量例確診案例，看起來呢數量唔係講當多，唔過呢禁閉。啲籌備嘅時間呢，國內又增加一個死亡個案，指揮中心呢就宣布誒，啲籌備死亡呢一個確診個案，一個案101，佢係一個70人歲嘅男性哦。佢哋先前呢又參加2團去到埃及老了，佢啲3月18個日確診呢。唔過呢下後呢，其實佢係有相關嘅慢性病哦。故說呢下後佢嘅症頭呢係有更來更嚴重，沒有出現頭氣唔出嘅相關症頭。下後呢就要轉到加護病房去治療，唔過呢現陣加肺炎嘅情形係更來更嚴重，故說呢佢就啲籌備時間來過程了，也係。指揮中心針對國內情形疫情的部分來做說明，還有針對下一步的指揮中心為咗減少一到疫情第3期多項車塊來風險，公布的社交距離的相關管制措施，又有新的政策咧。最講呢對禁閉設施一條有關的像係觀光景點、夜市，還有美食也到對禁閉設施呢就會來進行相關的人數管制。嘅指揮中心就進一步來講嘅。就講針對像係夜市啊、傳統市場，還有像上前一條嘅所有嘅攤呢嘅頭價，還有消費者嘅去旺季時間呢，都係帶定最係咩？還有像點解呢？一下呢，咪話至少像係吃食嘅發通，還有大家攤呢之間為保持一定嘅安全距離，還有假使一條攤呢吃飯呢一條位呢要通道計劃，咪話來特別留意安排，唔好希望呢唔好按到位本人下來坐嘅假使呢嘅位係冇辦法來減少嘅，嘅指揮中心就希望一條條件呢愛用不用嘅留咧嘅位同位之間留幾隔開來，希望呢民眾愛來保持一定嘅社交距離。然後呢就針對戶外部分，仲係國家風景區也部分呢指揮中心就講嘅，會用停車場嘅數量來做管制。假使呢停車場數量都係差唔多50%，佢就呢用電信來同附近嘅民眾做出提醒
想大家就莫过去亚条素菜嘅，完成亚条素菜，年已經剃到嘅，希望呢大家去到其他素菜唔好再過來入票。韓國將針對飯店也部分指揮中心未會有新嘅管制措施，假使呢其嘅處房地已經到會陸上，其指揮中心就希望飯店唔好再過來佔營客嘅，希望呢來減少去飯店堵航嘅人數，按用這種辦法來減少亞條社區傳播風險。以上呢就係下擺同真理嘅記者會重點，繼續來看現場情形。不應該給予歧視的。那之前說開罰10萬，目前有撤銷嗎？居家檢疫的男子。哦，那個部分的話，我想，如果他本身如果是沒有辦法供應、沒有辦法吃飯的時候，那這種東西被下來，我們會了解是他是不是有適當的防範，好，適當有一個適當的煮飯，他還有另外一個他的犯意，他到底是真的是沒有辦法，沒有其他的救濟的途徑，那會斟酌這些情形來做處理。謝謝。那還有另一個第一個問題，就是嗅味覺喪失，就是否已經康復？嗅味覺的部分的話，我記得上次那個張教授有提到說，有些人的話在一段時間恢復掉，但是他這裡面目前的病例數還少，還需要再做這方面的觀察。那個《中國時報》提問，最近我們開始那個口罩的那個放寬片數嘛，哈，大家又開始排隊。然後一般來講，我們的兒童的片數都供給比較少。那現在有很多的父母發現說，他們小孩子口罩反正都買不到，因為那個就是成人可以下來買小孩子，而且多一片嘛，所以很多人反而去搶購這小孩子的口罩。那很多真的很多父母跑了4、5家，他都是小孩子口罩買不到。那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接下來可以再怎麼樣去改善，或者是做一些規範上面一些改變？謝謝。小孩子的口罩哈，這2天新制度之後，到底會產生怎麼樣的變化？我可能還要再觀察了哈。那不過從以往來講，小孩子的口罩大概最低的銷售量大概要到46%。哦，那最高也都大概70%多，所以那時候我們在各個這個藥局裡面存放的那種小孩口罩變成量超多的，所以後來我們才有一些停止來配送，如果超過一定的量了，哦，它已經有足夠的量，然後就停止，讓慢慢把這量調過來。至於你在提這個問題，可能是還是一樣，這好像昨天有人在提的問題了，因為小孩子的口罩有各種不同的一些形式、大小，還有型號不太一樣。所以有的人可能他的是臉屬於比較大的，他剛好買到比較小的，他就剛好不適用。那有些比較小的買到那種中的，他又覺得不適用。所以這個我剛才也就昨天有回答說，我們會稍微研議一下，看這樣怎麼能夠讓大家在買的時候就能夠辨識。那在地圖裡面對這些也把它做一點分類，不過這要一點時間，因為我們一開始只分大人跟小孩這2類。好，所以在一些的地圖的訊息或相關的訊息可能會稍微不清楚一點。報道者提問，想要請教一下那個酒店業啊，就是昨天大家有在詢問那個定義的部分，那到底我們是可以掌握了幾家？目前有幾家是需要停業？然後它到底是算只要是有舞廳有酒店就要停，還是說有什麼樣子的定義？那有一些可能是3溫暖，這樣子的話，我們要怎麼掌握數量？然後這個定義到底是什麼？好，目前全台停業的店家哈。因為這不只是酒店舞廳，因為之前大家還記得我們有一陣子是用規勸的嘛，那總共是437家。那昨天地方政府去執行停業的有140家，那自主性停業的，等一下哈，自主性停業的有105家。那目前全台停業的也是437家。那我們昨天說的也，因為台灣在這個酒店業，大家都知道，他們在營業登記上面其實是業別登記的非常多，很複雜。所以我們規範的是有男女陪侍的這個酒店業跟舞廳業。當然因為地方的形態不同，所以它的這個名稱會有所不同，像有些地方就叫做李龍 KTV， 有些地方就是小吃部，那甚至有些地方就俗稱叫越南店等等，
这些名称都会有。那县市政府跟这个县市政府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都很清楚啦，这个是，所以在昨天的执行上也都往这个方向去做执行。不好意思不问，那请问可能停业到什么时候？当然要配合疫情的状况啊。你好，新新闻周刊提问，昨刚您刚有提到那个就是纾困的那个嘛，我想换个名词，就用补偿好了，就是说，因为其实 SARS 期间，就是因为有和平医院的医师被强制隔离，然后他有提出释宪嘛，然后690号就做出说，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话，如果是因为防疫需求，还是裁定合宪。那同样的，就是说在这个勒令酒店5天停业的部分，宪法第15条也同样保障人民的工作权。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勒令停业的话，是不是应该予以合理的补偿？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690号的精神的话，那还有就是说，第2题的部分，滞留这个就是在湖北武汉台人，他们都已经居家隔离快80天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如果还没出现症状的话，感染风险已经很低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第3波是采取类包机嘛，那他们其实在湖北武汉到上海的这个期间，其实已经就是已经增加这个感染风险，跟这个如果你解除民众驻记的话，让他们自行回台的感染风险其实是差不多相同的。所以我想问，在他们感染风险已经很低，而且第3波跟类包机的感染的状况风险差不多情况之下，为什么还不解除他们的驻记？谢谢。刚才讲有关这个纾困的部分哈，或者说补偿的部分，我刚才讲这行业我们没有特别针对这样讲，但是一般的我们其他的有相关纾困的办法，好，如果符合那个办法都可以提出申请。那如果还有不足，那当然可以再提出来，我们可以再来做讨论。那第二，在湖北这边4月8号。好，武汉解封，可事实上武汉并没有全然都解封了哈，它事实上还是在做小区的管理，那还是有健康码的通行，还有其他城市对他们来讲也是提高警觉。那我们的资讯比他们在内部的资讯又更是不清楚，所以目前来讲，我们都还没有解除驻记的计划。但是呢，对于讲相关的包机或类包机，好，那我们持续在沟通中。长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说，就是包含今天的这个案382跟昨天的这个就是他的室友，其实2个就是都被传染的人，他们都没有症状这样子。那这样是不是其实因为民众也是蛮担心说这种无症状的这个传染，然后另外就是说这2个都比较特别，他们都是被传染者，然后都是没有症状。那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待这个部分？然后另外昨天有提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重症。使用这个呼吸器的还有14人这样子，有没有比较危险的这个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好，当然在这无症状里面哈，当然我们是会担忧它是不是有高度的传染力，跟我们在担忧说刚传染到的时候，好，病毒量到那时候是高低。好，那现在大概是说症状的前后，好，病毒量比较高，好，所以这些好相关的，其实现在都是在好，大家都是全世界大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了哈，因为这问题它的状况越清楚，对我们的防治的策略，好是会越成功，会越完全。好，那到我们自己的本土的经验，好，我们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定义，那随时的调整。好，到目前应该还是成功的，要不然这个时间已经到现在已经有快要3个月了嘛，哈，1月21号起到现在快要2个半月，23对，2个半月多了哈。如果持续的，哈，像这样的无症状如果具有高度的传染性的话，那我相信我们的社区的群聚，哈，就会出来很多。不过，我想世界全部人大家都在关心这一类的问题，才能够拟定更好的一个预防的策略。好，
那至于现在有没有什么重症的？现在有13例在做有呼吸器啊，使用呼吸器了。那我们就不谈是哪一例了，我们就来大致上这些个案，我想大概都是以所谓的年龄大概是比较高的哦，60-70岁。那另外可能都有一些叫一些这个潜在的疾病，那这些都是不管是流感啊，或是这个武汉肺炎啊这些疾病的话，都是造成这个需要有时候会有并发症，那需要使用这个呼吸器啊。以上。不好意思，客家电视提问，就是想针对381案，他有没有就是在跟这个其他10个旅客那个确诊的病患呢？他有没有跟哪一个人有接触？然后还有就是目前他采检的人有多少？采检情形怎么样？那还有另外针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就是防疫津贴有发给参与防疫的医疗机构，那医师检验工会今天就说，但是没有明确定定有多少比例是给医检师，那是否能有明确的规定，比照像过去 SARS 这样子，就是以班次来给予补助？那工会有调查说，结果发现现在有参与武汉肺炎的医检师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相关补贴，指挥中心这边会有相关规划调整吗？谢谢。这一定哈，第一线参与的人员哈，一定会有相关的津贴跟奖励哈，这是一定会有。那你问我说现在到底好详细的规划怎么样？那这整个的预算还没有通过，好，整个预算通过以后，我们当然会做适当的分配。不过第一线的人员那绝对是不可少了哈。有关这个班机的部分，他是有一个朋友啦，那也是坐同一班机回来，那坐在他的前一排哦。那不过这位并没有并没有生病，目前并没有症状。那有关采检的部分，我们是在预计在期满前的2天跟这个期满后的3天左右，这5天的时间，会陆续召回这300多位的这个乘客来做这个进一步的采检啊。那现在都在陆续的规划中。以上。不好意思，联合报提问，想要请教一下关于酒店公关的疫调的部分，因为好像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在一开始8号的时候，因为一些状况导致我们无法直接跟个案进行疫调，那所以我们获得的资料其实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了解到他其实是一名酒店公关。那我们想要请问一下说，我们未来是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就是说可能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嘛？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要请教一下，目前全国有多少的有负压设备的那个加护病床数大概有多少？目前空床数有多少？因为目前其实有蛮多医院在反映说这一类的床其实比较是最不足的，那会造成说比较严重的肺炎患者如果住院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需要转院。但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肺炎患者的转院规定是不能够跨县市转院，所以在第一线上确实是有一些压力。那同样也想要问的是，一般的负压病床啊，我们现在好像是只要确诊个案不论是轻症重症，都是入住到那个负压病房。那我们想要问一下说，因为其实昨天部长也有提到说，我们没有本钱大意，我们必须要避免我们的医疗量能崩盘。那想问一下说，因为目前负压病床的占床数还是大概在70%，那我们是否有着手计划让轻症的患者就是直接入住单人病房？以上，谢谢。包括嘛哈，大概我们的负压隔离病房大概将超过1000床嘛哈，那大概我们有400多床现在是空的。那目前来讲哈，我们当然做到第2阶段的准备，那往第3阶段的准备再进行。换句话说，要空出一些相关的楼层，好，那做出一些隔离的病房，好，但目前还没有要把病人往外移了，好，因为我们现在的量还够。那事实上那个产生的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再来调，只要把后面的相关的单独的病室把它准备好，那大概就没有这个问题。那至于说有一些肺炎的严重肺炎需要使用负压隔离病房，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吧，来。
有关那个病房这些量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查给各位了哈。那至于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疫调的问题啊，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在开记者会跟这个做疫调间，其实我们的时间有限了。那有些资讯事实上的确就是说疫调人员应该是有掌握，但是在填写回来的这个疫调可以跟这个记者讲，通常都会比较保守啦。这个我们会我这样的坦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他们在做疫调的时候，应该是有掌握到，但是我们每天都有2点的记者会，那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是讲的太多了，那他晚上的行动就会打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尽量少知道一点，也不会让无端泄露出来，那也破坏了他那一天晚上的一个行动了哈。那这个大概是应该是说整个疫调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进行，那这个是我们对这个部分是有信心，也谢谢这个我们的疫调这个卫政跟这个警政的人员的一个协助啊，谢谢。华视请教，今天的案381，它的班机的位置是哪一排？可以公布吗？谢谢。就是 CI 011的那个30号回来，那36C。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哈，那谢谢大家哈。